啊，每一届若是火烧厝，上届辛苦危险的，就是拍火兄弟。啊，讲甲这个光闪兄火场比起来，啊，民亡甲充满着浓烟的火壳是更加危险。因为有火光的照射，消防员是颠倒有机会会当来看清位置，而且来解救着受困的民众。 内底有人无？消防人员冒险走入去内底，刚若看到规间房间拢是大火，现场规光片片。顶个月底，伫咧新北市三丁堡大林街发生火烧厝，消防队第一时间出动30多台消防车，嘛顺利甲火拍花。有一个查甫人送去病院，无妨救回来。消防人员靠迄个阵火光线，顺利伫咧内底救到7个人。 同仁进去搜索的时间呢，缩短了很多。那也是刚好有这个火光，可以帮助他去搜索到这些受困的民众。 因为火光线，互消防人员伫咧11分钟内找到3个民众。其实火场内底上恐怖的杀手就是黑暗和烟。在这种漆黑的空间里面会迷失方向感。那你在里面搜寻到一个程度，你也许会忘记说你是从哪里进来的。危险的环境嘛考验这消防人员的专业度。除了靠消防人员的救援，还有几个基本的防灾知识。小火要紧走，大火关门卖秘伫咧一斤啊。 这基本的观念，希望当斗相共大家伫咧火场内底顺利走出去。